下 Pumphrey 咁熟面口嘅，塞爾特人嘅 Jaylen Brown 就示範咗咩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 歡迎嚟到 NBA Talk。中意 NBA Talk 咧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季後賽仲有2個禮拜到就開波噶啦，等我講下最近有咩 NBA 熱話。喺波士頓對戰 OKC 嘅賽事上面，面對住衛冕 MVP SGA 嘅嚴密防守，波士頓嘅 Jaylen Brown 使出一招非常熟面口嘅 Pump Fake，博得犯規之後仲咪咪嘴笑。事件當然引發咗球迷嘅熱烈討論啦，因為呢一招正正就係 Shai Gilgeous-Alexander 嘅招牌動作。博過唔少罰球㗎，不過呢個動作咧就曾經引嚟唔同球員嘅單打，譬如馬刺嘅 Wemby 就講過呢一個係不道德籃球。Jaylen Brown 咧就俾人影過佢話 That's not basketball， 唔係打緊波，唔係話我要同 Shai 平反。不過呢啲中距離嘅跳射，即使唔博犯規，佢都實食冇黐牙嘅。早前佢同 OKC 嚟 Brooklyn 比賽，我自己就親眼見證過佢喺熱身嘅時候Mid range 係從冇射失，有球迷就覺得咁樣係為咗得分而不擇手段，我就覺得咁樣太極端啦。今集提到嘅3位球員呢，都係 MVP 大熱嚟㗎。波士頓對 OKC 又會唔會係今年嘅總決賽 matchup 呢？留言話我知你嘅想法啦。中意 NBA Talk 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